如果重新俾你選擇一次，你會唔會買呢一間7字頭嘅江橋路3房？睇下呢個陽台望住小區嘅園林，呢一個空間位置放茶台都冇問題啦。如果你想揾露台嘅話，其實我覺得呢度亦都等於送咗一個20幾方嘅露台俾你，係夠晒使用嘅。英式風嘅裝修風格，業主連沙發、燈茶機都幫你配好晒。聽呢張搖椅，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話，一定好中意。4米闊嘅大客廳，電視背景牆同樣都幫你搭配好晒噶啦。咁嘅裝修風格，你哋中唔中意呢？飯廳咧係約式嘅設計嘅，要求唔係好高咧。呢一間屋真係唔需要再執噶啦，因為業主已經幫你啲細節位咧都搭配好晒。你睇下呢一個飯廳嘅空間，真係10人大圓台都冇問題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話咧，其實活動空間係真係夠晒大嘅，因為飯廳同客廳咧真係好舒適。咁廚房嘅話咧，女主人個空間亦都係夠闊嘅，呢一度亦都可以放個雙門大冰箱啦。咁而洗碗機咧亦都係搭配好噶啦。你睇下兒童房嘅空間係放住1.5米床，做埋書台衣櫃咧都係冇問題嘅。135個方做3房咧係呢一間屋最大嘅缺點，但係2個房間嘅空間咧都係夠晒大，唔會被壓縮，都係做好晒衣櫃噶啦。咁而135方做3房嘅話，主人房就肯定夠大啦。可以過嚟睇下呢一個主人房，放住2米嘅大床，做埋衣櫃咧，空間都係綽綽有餘嘅。仲有一個重點喎，睇下呢一個套間喺邊跳舞都冇問題啊！江橋路點解會咁受人歡迎呢？首先因為佢地理位置確實係方便啦，去匯悅城、樂盈利、開城邦嘅話咧，都係一條路之隔，再加上門口嘅商業亦都非常之齊全。再者嘅話咧，江橋路作為第一代嘅富人區，所有嘅小區配套咧都係非常之高級嘅，包括今日呢個樓盤可以睇到小區環境係唔差，亦都有埋泳池啦，有埋兒童公園啦。咁而今日呢間屋咧，真係7字頭嘅單價，可以喺江橋路買到一間咁英式風嘅大3房嘅話咧，性價比還係有嘅。有興趣嘅話，盡快過嚟揾我啦！關師帶你了解更多房產思維。